一个社管，他什么都不会提供给你的。我不知道大使馆对我的帮助在哪里，因为我今天已经无数次给你们打电话，100次能打进1次去，然后我好不容易接通了，然后你们那个留学生的那个人骂了我一顿就给我挂了。你不要那个啥，你不要太心急吧，我跟你说该怎么办。你现在如果确实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基辅，你不用慌张，你去买去超市买物资，买够2周的。他就算他再怎么打，他不会把你那个宿舍楼怎么着给破坏。就我除了在这里死等，我没有任何办法，对不对？就是使馆也不会提供给我任何庇护或者是帮助。我想跟你确认的是，现在这个我们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是不是没法给我提供任何帮助和庇护？我们已经跟我们的中国公民提供帮助了，不然他们不可能有这些线路，他们不可能在通关的时候直接拿中国护照就可以过去，而且还是绿色通道了。我们周围的使领馆都在帮忙。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去边境？我们全是学生，包车包不到，我们怎么去边境？去那边去利沃夫，他那些后续那些事情，我们怎么去？你们组织过我们去吗？明明这个时候可以去，你们也没有说要去组织我们去。我只是跟你说有这条路，你如果等我们组织，那就耐心的在基辅等我们，因为现在基辅并不具备大规模安全撤侨的这个条件。就是说白了，我现在依然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是不是？现在我只能是靠自己。如果你要离开基辅，那就自己离开；如果你想等待我们那个就是使馆大规模的组织，那就在基辅等待。那我要等待多久呢？这个不取决于我们，这个取决于战事的发展。那我就是现在，就是我和你说这么多，我依然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是吗？我跟你说了2个建议，这2个建议非常中肯。就是你是觉得你一个人想离开，我完全理解。说